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5篇，撒迦利亚书第8章18节到23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得基督。耶稣的门徒约翰捌反映过讲老师有人奉你的名来赶鬼，咱去甲阻止，因为伊无甲咱做伙来军队里。但是耶稣基督却安尼甲伊讲，毋通阻止伊，因为无反对恁的，就是支持恁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49节到50节的经文。对着基督的，这是伫佛教神学嘛称作 Antichrist， 就是敌基督。若准照拄则咱读耶稣基督的论点，那咧到底什么款的人才是对着基督呢？咱昨有讲到着先知撒迦利亚预言将来的五王，就是迄个称作约西亚的祭司。以色列人就必须爱顺从先知祭司的话，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撒迦利亚书第8章18节到28节，记载安尼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对我讲。伊讲4月、5月、7月、10月，今正的日要成做犹大家欢喜的日子，快乐的节期，所以恁着意爱真实甲和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将来有列国的人甲真济城的居民会来。这个城的居民会去甲迄个城的人讲：咱今来找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祈求伊施恩，我嘛要做伙去。阁会有真济民族甲强国来耶路撒冷找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恳求主施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伫遐的日子，要有10个外国人来求一个犹太人的衫具，讲：阮要甲恁做伙去，因为阮有听见上帝甲恁同在。外族人嘛会当来到上帝遐，得到上帝的保守。那么看见圣经的记载，因做伙来，想要来敬拜上帝。到底什么人是敌基督？什么人无明白真理？什么人讲白惨呢？事实上，照历史来看，以色列人并毋是足真心诚意咧敬拜上帝，因为安尼才会受掠，才会需要先知的宽免、祭司的协助。伫真侪时阵，真侪人违背上帝，甚至甲上帝作对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，提到着世界的终局、种种的问题。约翰安尼讲：细囝，这是将末的事。恁有听到基督会对着的特别来。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会对着出现啦。对安尼，咱知这是将末的事。因离开咱，因为因毋是咱的人。因若是咱的人，就会继续甲咱做伙。毋久因离开，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。恁已经有领受着圣神。恁拢知，我写批互恁，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，是因为恁捌真理，佮知一切虚假，毋是对真理来。什么人是白贼的？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。拒绝爸甲囝，
就是基督的对敌者，拒绝囝的无接纳爸，宣认囝就是接纳爸，着坚守恁对头所去听到的信息。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，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。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，是永远的活命。伫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内底，咱就应该爱持守正确的信仰。要安怎来分辨正统？毋是呢？就是咱咧讲使徒圣经的内容，承认圣爸，接受圣囝以及圣神。如果无法度承认，无要接受的，基本上就是无敬拜上帝，因就是敌基督。这也是伫咱过去用来判断异端的一个标准。诗篇第5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，知我的苦情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对你求救。上帝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对你恳求，搁听候，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，邪恶你袂容允，骄傲的人袂当活伫你的面前，做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。讲白贼的，你要灭因；杀人的、奸鬼的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上主啊，对敌在长担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因的嘴无老实，因的心恶毒满满，因的脑后是开开的梦，因的指是牛虎听。上帝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互因陷入家己的计谋。因为因背叛你，罪过真重，求你甲因赶出，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庇佑因，愿遐个意爱你的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上主啊，你要赐福互义人。你要用恩惠，亲像看金牌4位来为因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找求正确的信仰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圣神是阮的保惠师，拢是被上帝所赏赐、所差遣的救恩甲保守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